內地女星變面驚魂，姜文為選角頭痛啊！你的樣子如何，你的日子也必如何。好多女星都明白呢個道理，遮面戴眼，影后級人馬，還原靚靚拳，變咗方包面，唔怪得傳佢磨腮啦。但網民覺得係失敗例子呢，下巴太長啦。同佢一樣叫邊邊嘅都有好大變化，蒙住眼進化，包面都進化，知名度咪跟住進化咯。只不過講進化最多都係佢，童星變大明星，個樣72變。內地網民話佢割過雙眼皮、隆過鼻、削過面先變今日嘅完全體，當事人點會唔反擊啊？仲叫人打佢一錘驗真假喎。咁如果要拍佢戲，真係要驗清楚啦。事關內地導演兼演員姜文，好計要女星整容噶。佢前有威尼斯影展，話嚟緊11月開新戲，仲未選到角。唉，因為演員唔夠天然喎。佢就仲覺得人生得平衡先好睇噶嘛，從來冇人因為整容而變靚。仲問點解要使埋啲冤枉錢而唔做多啲運動，搞壞晒自己嘅腦筋，呼籲演員唔好再整容啊！佢嘅新戲一定會揀冇整容嘅靚女喎。